關鍵旅遊獨家呈現神州片真純玩，想你所想。要飽覽長江絕美峽谷風光，想舒適遊長江三峽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三峽上嘅勞斯萊斯6星格阿波羅號豪華郵輪純玩7天團，全程3晚江景露台房，一站式暢遊武漢、三峽、重慶，一次集齊峽谷古城經典名景：三峽大壩、渠塘峽、豐都鬼城、石堡寨、洪崖洞、黃鶴樓，千年古蹟風光一條線全部包齊，連住3晚6星精製阿波羅號露台江景房，獨立觀景陽台，瞓住喺度都可以睇到三峽嘅風光啊！郵輪自助餐、江城風味宴、魚宴輪流嘆，深度體驗長江兩岸嘅風情，山水古城兩種風情一次過盡享，保證真純玩，全程唔入購物店，唔需要聽課㗎。三峽郵輪嘅航期好有限㗎，想坐豪華郵輪漫遊長江，快啲打嚟我哋嘅關鍵諮詢熱線，揾我哋查詢報名啦！旅遊嘅關鍵，關鍵全實現。